议员洪玉峰以卫生局到7月27日统计，台南市18岁以上的人口总共1599700多人，不过做过疫苗的才495629人，疫苗的施打率大约31%左右，还佫有110万人到现在佫唔知影疫苗伫咧底。伫咧疫苗不足的状况，现在佫开放第2剂，对此议员认为相当无公平。我要跟市长讲的就是说，我们还有110万的民众，他的疫苗在哪里？你说像昨天呢、我们知道说全台湾有300位已经打过莫德纳第1剂的人啊，他们在等着第2剂啊。那我们要回归科学的话，他莫德纳打完应该是8周就要打第2剂啊。你即马雄该安那？该第1、2、3类8周打第2剂。那其他的人呢，就要等到10周到12周那当然，孕妇的话我们没有意见，但是1、2、3类的人，他们的身体比较虚弱吗？比这些打过疫苗的长者身体虚弱吗？比这些有那个慢性病史的人身体虚弱吗？好啊，像我好多迄种相片啊，我家己是7月初6做第1剂，我是一天到晚都要带着药慢性病这救心拢爱随身带。局长也知道我是2个癌症的病友那像我们这样子的人，我们还是昨天看到媒体听到说可以去预约，那我们就上网去预约1922。但是你去预约了伊甲你讲，无啊，迄是第1类、第2类、第3类的，甲孕妇才会使，恁阁袂使，恁等10礼拜以后那好，这个就是造成台湾社会的一个对立的情形很严重啊！你为什么我打过第1剂了，你不给我第2剂，然后让其他的人来抢我的第2剂？除了关心疫苗的状况，另外伫个现金纾困的部分，议员嘛以桃园市要普发每人5000块为例，希望桃园会使，台南嘛会使。对此市长回应，可能要牺牲建设经费，或者是借钱来发现金。不过议员认为，满钱手来，要安怎扭捏，就要看市长的作为。台南新闻联跟刘品言采访报道。